安全用電和節約用電。用電時，我們要謹記安全事項，例如減少萬用插座的負荷等。如果用電的方法不恰當，便會容易造成火災、觸電等危險，導致財物損傷，甚至人命傷亡。用作發電的能源短時間難以補充，終有耗盡的一天。因此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節約用電，減少消耗能源。就是那個進度多少？終有耗盡。那個耗盡啊？用晒，冇用晒。終有即係如果你發電嗰啲，個電係咪可以用晒嘅都？